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绝版赏析。往事如烟，在粤剧发展兴起的上个世纪40年代，留下了许多粤剧姐妹苦苦拼搏的血泪印记，更留下了一些粤剧红伶被黑暗吞没的沉痛记忆。今天呢，我们将记述的便是其中的一位小丹桂。小丹桂，原名钱春凤，她是上个世纪30年代高升舞台里出科的花旦演员。1938年进入上海，在上海演了8年半，接近5000场，也就是说每年要演出将近600场。他基本功扎实，嗓音条件好，扮相俏丽，文武兼长。唱腔上呢，他是受释银花的影响，具有柔媚、婉转、咬字清晰这些特点。但是由于他嗓音比较清亮，所以听起来呢，他的唱腔啊就显得更加的轻松活泼，而且他的特点是声情并茂，所以广受观众的喜爱。45年58年，我搭配的辰光，现在讲起来就上海这个西藏路，这个天宫大戏院了。搿辰光搭配的辰光呢，我自个觉得蛮奇怪的，因为当年我要学戏的辰光呢，我也看过一个戏的。那么当时我搭配的辰光，我就感觉，哎呀，我讲当年好像侬到我家乡来演出，好像我没学戏嘞。我讲，那都今朝到侬2个人同台，好像大家演出了，所以好像蛮新奇的。但高升舞台呢，这个辰光，科班来讲呢，伊拉这个高升舞台还算是好的，因为伊拉高升舞台是，老师比较严格，那么这个科班呢也比较成员比较整齐，同时呢，伊拉是文武双全的。因为小丹桂呢，伊不但是演文戏，伊呢会得跌宕翻滚都来塞的，因为伊是科班出身的。那么我辣天宫搭档的时光呢，搿辰光我搭伊看过伊演过《玉之手》，要翻滚队的啊。那么听说辣伊科班的时光嘛，因为伊是花旦了，花旦嘛，伊所以杨贵妃醉酒啊，那么一些这个玉之手啊，那么还有这个这个毛国武开店啊，那么有好多搿种花山戏，伊是不是轻演，主要是花山戏。那么我搭伊搭个时光呢，搿么戏演得蛮多的，也做过兰园，做过卫生录记啊，那么又做过好多十里小梅香，还有做过青蛙月。伊呢戏路虽然唱花山的，但是伊呢戏路还是蛮宽的，伊是文武双全的啊，所以表演艺术方面呢，伊还是蛮内涵的啊。所以那个辰光上海滩不是过去进上海嘛，不是有这个有这个说法嘛。但当时阿拉粤剧家老一辈里向就是有3花不及一尊不及一代。1941年以后，他被戏霸张春帆用流氓手段霸占之后，生活上、艺术上都几乎失去了自由。但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，他还进行着抗争和追求。
小丹桂27年短暂的人生旅途，一共留下了4张唱片。今天呢，我们就选择其中的3张唱片，介绍给观众朋友们。人不要选了归西，天听喜怒，听红娘是哪嘞？呀，心真真听啊真心，小鸡人在地美呀的，恨得哥哥平在上，无日人满家夫人去呀分衣。你们倒希望他说什么？他知道夫人进来恩手机，还得他一张欢喜天意去，小娘写的死亡啊，小弟子是生了气。哎呀，小先生，他是个女儿家妻口一等落雨。他人人秘密子女难分析，夜里迎接敌人雨，迎来安息一两女，呀呀死亡疾病啊的，一双心一两相的夫人啊，你只好随时别吧的呀。今什么一真了气，小姐人，尽管掌声小弟红娘之事，乃是夫人之过也。小姐人什么是我之过？今在神之根本，人而无心，大不可也。当日的兵为出啊去，夫人是一句没见李子里，深夜的将这兵在，愿将小弟接来的，将身给上阴阳里，只为小弟拼马的呀。只叫好一真不啊关，他在手心心呀呀的，今日夫人吃了血，为着天眼里不拉去，一人不退婚姻许，第一听不叫他的，这该里与自愿来，人与狂夫当自己，刚生日夫恩与人关系说，相思并中难的呀。小弟恭喜到得在，这到死亡两句呀，阿妹。《西厢记》考红这张唱片录制于1939年，当时小丹桂只有20岁，跟他一起合作扮演王老夫人的贾玲凤只有23岁。当时呢，小丹桂刚刚进上海不久，马上就得到了观众的普遍喜爱，因为他的演唱是声情并茂，而且富有灵气。他的四宫调啊，从这个唱片里面可以听出来，是继承了施银花的咬字清楚、柔中带刚这种特点，但是听起来呢又很轻松流畅，他的嗓音也清亮。其中他二人秘密情难分，到其间何必苦追求，这一小段唱腔我们听下来呢，会不知不觉的会联想到现在流行的吕瑞英同志的那段考红，或许这可以说明潜移默化这个艺术传承的规律吧。
当官居，帮什胸中起一来张。长沙高道官司，老夫人先一子家百年之在后。这个人上身家心，一个子女为白拿的，一那个从这三角冰淇淋，一那个小丁苗了一子啊心，天生一对可生儿，王夫人可许变把戏呀。红娘你我生了官娘，当官真高天命那样，我是想革命深重，喜好被人人啊端上。只好自己真没事，对我命生好呀伤。马寡妇开店下楼房这张唱片，在当时是蛮轰动的，因为马寡妇开店这个戏啊，当时有争议，那么当然看的人也很多。说的是有一个唐朝有个姑娘叫李如花，被迫嫁给一个姓马的，不久呢丈夫死了，那么李如花就成为寡妇，所以叫马寡妇。守寡7年后，她开了一家小店了，有一个书生叫狄仁杰，这个生了病住进了他的客店，那么由此呢产生了一些感情纠葛。那么下面的戏呢的故事啊非常丰富，感情的心理的起伏啊很曲折，是这么一个戏。那么这张唱片呢是刚刚这个李如花下楼房跟狄仁杰相见这么一段。跟郝红相比，这段唱腔呢开头部分啊节奏稍慢，后来呢才逐步快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人讨论的好像不是爱情，是一个沉重的话题，气氛比较严肃。那么小丹龟呢这个里面啊，他就较好的把握了人物当时的心理变化和四宫调的韵腔的节奏。马寡妇开店，这其实是含有反封建的内核的那么一个戏，由小丹龟来演，他的演，他的唱，他的声情并茂的特点受到观众的喜爱，是非常正常的。后来这个被那个张春帆啊恶意炒作，在广告上面的大弄噱头，那是张春帆的事，跟小丹龟无关。有来路送文山，见到少呀。
王文与雕刘氏也是当年小丹桂很受欢迎的一部戏。雕刘氏品箫这张唱片呢，是他跟师姐贾玲凤成功合作的一个珍贵记录。这里面小丹桂呢扮演雕刘氏，贾玲凤扮演王文。除了小丹桂本身的这个演唱特点之外，就这张唱片我想特别讲2点。第一点，这张唱片的就是伴奏很特别，很有特色。在二胡、三弦、鼓板这些常规乐器进行4宫调的拖腔的同时加入了洞箫的演奏。洞箫演奏的呢是少举3、5、7的旋律因素，但是听起来不觉得杂乱，还相当和谐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贾玲凤这里我想带便说几句。贾玲凤当时被誉为粤剧丑王，他这个里面那个唱呢可以听得出他的一个特点，就善于用喉音。他的喉音流转自然，很有欣赏性，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现在张桂凤、徐天红他们的喉音特点。同时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，那个王文这个人物的需要，贾玲凤这个里面加入了几句苏州白话，比如说罗里谢的意思哪里知道。尽管那个苏州话呢像我一样讲的不地道，但是这个也可以看出这个贾玲凤是很善于塑造人物的。他的艺术这个是具有粤剧小丑中难得有的那种潇洒。他擅长长三丑和关代丑，王文就是个长三丑，是可以说是他的成名杰作之一。小丹桂由贾玲凤、周宝奎、裘大官、张香庆这些师姐妹跟他合作，为他配戏。难过的
再与他同一说，今朝一是夫妻。我见他上次快生啊日来用，来听不见眉毛呀了，人一老出去鸳鸯本来能约他都是通过几段唱腔，让我们稍稍领略了60多年前小丹桂这位名伶的演唱风采。可以想见，如果不是流氓张春帆的肆意凌辱，他绝对不会走上绝路的。他在艺术上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的天地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绝文赏析呢就到这儿了。下次我们将介绍的是另外2位不幸早陨的名伶马章花和芝兰芳，欢迎您收看，再见。